新闻头起先来关心，屏东的民用工厂发生爆炸，造成10个人死亡，成百个人受伤。其中，殉职的4个消防员经过 DNA 比对，已经确认到3个人的身份。另外，今仔日嘛已经找到最后3个员工的遗体。民用国际大会引起爆炸，大会拍花了后进行暂会处理，当时赶紧敲找失联的3个员工。日时下晡3点外，最后一个失联的男性员工，经过家属指认了后确认。今天下午这一具，因为有家属指认，而且他身上有带着他平时就会佩戴的佛珠，所以这个比较明确。那另外的2具因为不完整，而且碳化严重，所以这个要 DNA 检验。不过，陆续找到的3个员工，经过法医判定，发现部分骨骸不是人类骨头，搜救行动继续进行。这个部分我们会再请法医再做确认。好，所以今天的部分目前能确认属于员工的大概只有1位。屏东地检署主任检察官也去爆炸现场初步勘验，但敲找甲毁掉结束进行侦办。各委请环保协会协助家属对厂商财产申请扣押。另外4个殉职消防人员经过刑事局鑑識比对 DNA 检体，确认3个人的身份。疑似的4位里面，另外1位是碳化的太严重了，已经完全采不到任何 DNA 的组织。同款属于第1分队的消防员伤亡严重，也和受伤大意的小队长正自责。不管是小队长、大队长，都不希望他的弟兄受伤。既然我的儿子受伤了，我不一定。另外，消防队到位了后，厂商是不是无提供完整资料？官府表示，物质安全表、化学物质参照会加做制作过程中重要的架构者，是不是因为原本产生爆炸，是未来调查的重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